行。问世间怎样袂公平？我对你真深深，我爱你这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永远思念你。孤单过一生，离开你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等落大海。你若是要我放过，我就随待你。还阁有，恁兜的人，一个就免想要活，李洪柱，敢有需要搁考虑？三洪柱，请。三弟，你是我兄弟，啥物人敢动你，我都改变。本来有甲无主不识泰山，毋知你就是日方主，请日方主毋通见怪。另外，本人嘛要感谢日方主救命之恩。这是缘分，嘛是顺手，无需要放伫心肝内。本来，你拄则讲，阮二兄进前救过你，是啊，迄个时阵我拄着危险，好佳在我拄着日方主，伊甲我送去妈祖庙，请恁公主替我医治啊。有这个代志，你谁人无甲阿爹讲？今日还好啊。上较食了好事，阿爹替你做主。老顺夫，无需要这样着急。既然有这缘分，甲你熟悉，这件代志，我会好好啊处理。啊，是，多谢李洪主试问。李洪主若是无去嫌，就住伫个小孩府邸内面。好，啊，即马无代志啊，恁就去休。小孩固定。三弟，即摆二兄来到这个所在，知有查明暴乱的代志，有准备一寡人手来救急，但是因为数量无济，我就负我所有的啦。所以即摆上重啊，得将遐被劫的官员找倒来，将匪盗了，以维护丰盛的维持。二兄的苦心我了解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严密追查。对永暗开始，这个月用数极久，青树得金，阳风之至，东风正气，总如良好而西行。良好西行，这毋是吉祥之调。良好，就是二皇子甲三皇子之争，这个争里。嘛有争的意思。二皇子出现上座，应该是有献计，福祸难料。
刷去，竟会当证明我9弦回光。无定无量，恁两个出去看卖。是。我已经算准准，你一定会来。今仔日我苗通就来称看卖你有几扭重。讲诶，是你，你私闯9弦宫，这无对。叫恁师傅出来，我要找伊。口气阁真大，阮师傅是道行高深的真人，哪会当互你话来就来？你真正毋知好歹。你，哎呀，是。古人说：“冷冻千江水，不了得人心。”我苗通看这位公主气势不凡，应该了解这其中的道理才对。为何挑过来作弄？我说对，叫我调公主就用的。你可是苗通真人，正是。赵公主，看会出来你是练武之人，也毋过奉劝你一句，莫多求。能识者撇步自身，真机造化最高贵，何必来丧死？自当生处天马行，剑击如山不足畏。三两句话就破我法门经理，确实厉害。苗通真人，深夜造访虽有冒犯，但是心怀敬仰之。只要真人强心行礼，咱就一笑泯恩仇。我苗通甲赵公主初次见面，何来温柔之说？分教不严，师自毒；学问无成，自治罪。你纵容弟子行凶伤人，是真人失察过错。我当然要替受害者讨回公道。赵公主讲的是我苗通迄两名弟子冒犯他人，无毋对，你要替弟子承担请罪认错。天父之时，有罪无义；虎权在前，天有下旨。此时有罪，该领自承。你的意思是要探护弟子，以我为敌？无毋对，你私闯9弦宫行私问罪，藐视我法门严规，自找死路。听讲这个苗通真人精通奇门遁甲，我颠倒想要看卖，看伊有偌厉害。苗通你的身份我真清楚，敢来9弦宫放肆，绝对有动门绝技。我苗通也想要领教一下。不过如此嘛。天下间连破我移道换次数，你是头一人。你拄则所用的是9弦金公掌，毋对，你能将我苗通这种礼不送命，你当我个人厉害，佩服佩服，有我有皮。今仔日有你知影我苗通的厉害，日后绝对会当互你心服口服。虽然我内伤已经好啊，也毋过我的功力所以一直无法度恢复。看起来我的功夫真正叫师傅毁掉。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算什么小龙女？
那你以后是要咱甲三盟主斗相共啊？无闲姑娘，遮尔暗暝来甲你叫了，请你莫见怪。李公主，你是哥哥在上贵客，不需要这么客气啦。无闲姑娘，你这年互拍球当伤受到的委屈，我已经替你讨回公道啊。你是讲你去过庙通宫啊？无对，李公主，庙通今年的道法遐尔高强，你现在要去冒险啊？我完全是为着你啊！我这个人一向温婉分明，而且这个庙通今年的道法高深是当代奇人，我早就捌听过啊。而且，阮三弟要去泰山祭天的时阵，需要庙通今年做法来负责，我当然要试看卖，伊是毋是有这个才调啊？庙通今年真正是厉害啦，也毋过我早就已经准备好啊。师傅较早是仙界灵王，二公主，伊虽然是皇族，也毋过看怎讲，伊嘛是凡间的人啊。要甲师傅打，恐惊相当棘手。李公主，之前我受伤的代志根本无带你提起，请李公主莫放伫心肝底，嘛请李公主以后莫去传个通知你啦。无闲姑娘，我了解你的好意，也毋过我嘛是有我的用意。假使这个庙通真人真正神通广大一代奇人，以后嘛一定会当甲我斗相共，替我辅助天下，安尼敢是真好诶？李公主，无闲姑娘，你免烦恼啦，天下敢无啥物代志我做袂到。以后你若有啥物委屈，你尽量甲我讲，我一定出面替你解决。无闲姑娘，遮尔暗暝，无你好好歇困。原来这个是皇族一心，甲你想要做皇帝。文燕姑娘，秀我肺中，使我心意，上有上帝，敢讲这就是缘分。像是我。入来。青叶求见，请莫见过。交代代志，我有查清楚。也未。你有讲过，若是无赶紧查出来，以死谢罪。属下谨记在心，拄则伫舞会书院转来，发现了这项物件。只有浸过地落热江水，会当防火。伊点袂讲有去查过，现场并无下坡烧变做火虎的现象。这摆有查清楚无？属下即摆查了真清楚，每一个所在拢无放过。安尼，第一咱确定，遐个下坡是由这牛皮封着包掉的，并无烧掉。只是暗中互人摕走去，这牛皮封套是无意中落落来。属下一时失策，请赦罪。两个爸爸嘛有放，
我无怪你。少婆浸过地牢才涨水，是啥物人遮尔有才调嘞？老家捌做过艺术代，遮尔重要的少婆，伊有法度处理甲风水甲风火，可见伊有过人之处。以我看起来，路家并不知情，所以无火事被烧掉了，伊才会遮尔着急要去摕遐少婆。安尼，还佫有啥物人有这个本领？若是我摇了无唔对，应该是迄个破坏杠杠黄文山。黄文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干工，伊敢有这种的本事？想袂到这个小小杠杠黄文山，真正是无简单。好佳仔已经死啊，也若无，恐起来惹出搁较侪麻烦。是讲，是啥物人有这款未卜先知的才调，会当入去火场，将遐小婆提走？赶紧查清楚。是，尊者。以后莫叫我尊者。一摆出局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提回遐小婆，较免破坏我的计划，无法度收拾。因为我即马遐小婆伫别人的手头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威胁。对哦，你有虽然这是梦，不过嘛是早办的代志，因为这都是我的命。到这里暗嘛，哪个唔困啊？哈？困去，也是拢无看，无困，也是同款，啥物拢看无。
我咧困去甲无困，有啥物无共啊？阿娘，你莫想对歹去啦，你有亏安尼，家己身体都爱保重，好无？我知影我有悔。人生的一切种种，我都看得真甜。我毋是想对歹去，我嘛无怨叹，我只是我毋甘。玉凤，你是我的新妇，我亲像我亲生查某囝同款，真是毋知影，是安怎咱大家新妇的缘分会这么薄？我真是不甘离开你。阿娘，我嘛同款唔甘你啊！你食到这个岁数啊，我爱你送我这个做实世上山头，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我。以后，我这个做新妇的。都袂当被恁身躯边友好你、风待你，只有等后世人才来弥补啊！是阿娘对不起你，阿娘无法度答应唔该等待，无法度替你洗清冤情。阿娘对不起你。阿娘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莫安尼自责好无？任何代志有开始，都有结束，有时都有死，生死有命。我即摆已经无什么好惊。搁再讲，即摆咱三个人会当做伙在遮过日子。虽然讲日子有较辛苦，不过会当逐工见面。互相关怀，我应该嘛就欢喜，就较稳啊啦，是吧？阿娘莫搞啊！妈，阿娘，我拄则起来时阵看无你，我足惊的。田宝，阿娘袂离开你，你放心。阿娘会永远留在你的身躯边。真正是的，真正是永远留在身躯边，永远不爱离开吗？玉凤，阿娘。叶公主，火道当中，东南风有凶险，不宜行。听通讲莫向东南方行，讲什么有危险，我都唔相信。雨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大头。
阿伯，杨姑娘。哎，天宝，啊，你来。老夫人，王夫人，恁好无？真好啊，多谢恁的关心嘛。其实我是一个凡人，在这做苦工，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做伙，我会感觉真好，真幸福啊。是啦，林公主啊，一个人会当斗阵生活，这上较幸福的。阮已经真知足，知足幸福上重要。那夫人，你讲安尼无毋对。哎，阿伯，恁平常时哦会用电物啊，阮该起来啊。对啦，啊，看佫需要啥哦，甲阮吩咐，阮佫送来。多谢多谢，实在感谢你，林公主。虽然讲伫遮吼，只敢有一间会当掠雨避风的所在，有好所在啦。杨过吼，呾，恁朋友都遮小休困的，咱入来休困啦，好，来。林公主，中秋要到啊，这个大人哦，佫真有人情味。因给我一寡面粉，还佫有鸭来做月饼，我较含慢做，你毋通气嫌呢。唔通安尼讲，有心是上重要。大夫人，斗阵食，哦。安尼。心头抓好定，脚尾刷好载，启动。哦，哎，我已经替你破柴，你搁咧破西瓜。兄弟，唔通较高价，搞你替我破柴，我替你破西瓜，安尼拄好尔。你的。我要较大块。无咧，这我的。这月饼是恁阿娘亲手做的，你哪唔食？天宝啊，是歹食食，一个口吼会当做伙过中秋食月饼，这是足幸福的代志，你知？我知影，不过阿嬷，我想讲，阿娘没有人抬头啊，就是讲，过了中秋，阿娘就要离开咱啊。我不爱过中秋，我不爱吃月饼啦。天宝，你乖，唔好哭，只要你会记得，阿娘永远爱你，永远疼你，安尼我就感觉足安慰啊，知影无？来，紧食，天宝，你之前毋是捌甲我讲你是黄家威伊的子孙，你后摆袂遐爱哭，要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。后摆无论当着什么代志，你拢会真勇敢，这话你拢袂记啊吼。天宝，你讲讲以后会安怎？我嘛是赶快要替咱。天宝，天宝，莫去哭，该心肝内艰苦哭出来，安尼就好。天丽的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啊，就算了。真甜啊，哪会算？真肝肠啊！我嘛感觉因遮可怜的，有够可怜的咯。哎呦，哪里考？哪个？我，你考啥啦？
哎呦，你是查甫囡仔呢，还是安尼哭啦？田宝啊，我送食的甲送穿的来互你，你应该欢喜才对啊！啊，哪会再哭啦？啊，佮愈哭愈大声。田宝啊！我啥物都无啊！我干咩要了解我的身躯边啊？你怎样？拢怎样？有主就要搞啊！我就叫阿娘互人带走啊！梁主，将来回甲传书，请你过吧。梁主，是不是有啥物操烦的代志，需要小下来好了？唔是超凡啊，是有所不平啊。这回甲传书。是父王关心三王子对家赶紧的代志，行遐个匪盗是亡命之徒，会对三王子不利，叫三王子做啥物代志要特别小心。哼，这爸仔囝亲情啊，对遮看会出来。啊，我对三王子的担保甲斗相共的代志，拢无讲着，看会出来父王对三王子的疼痛，绝对是超过我。虽然我知影三弟自细就真尊敬我这个二兄，也毋过若是阮大兄皇太子病拢袂好，需要另外封一个太子的时阵，伊若是毋肯让我，安尼我要登基就无望。所做一切，都拢完全白了工啊！小可明白啦。迄当阵，御林军大统领押解三王子，二皇子你出手救伊。这是恩威并施的顺水人情，无毋对。虽然父王下旨要将三皇子送去大理寺定罪，也毋过我认为，这不是父王的本意，是因为要将追查赶紧的代志加伫我的身上，也就是讲，赶紧找出来，是我应该的。也若是找无出来，就一定怪我无能。敢讲二皇子出手救三皇子，这是错误的决定？唔是，我有我的用意。是。我咧怀疑，无火事院咧火烧的时阵，三皇子真有可能嘛在场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世事难料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往往来变做有可能。小婆仔就无去啊！你敢要当保证以后袂落这三皇子的手头？老孙女，你听好，对这小婆仔代志，宁可错杀一百，袂当放过一人。听了无？恐惊到时你嘛有代志。马祖启示录，人的心念意境。确实会当保持开朗清明。如此以来，四颗恁当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，拢是美丽甲善良的。这也就是心正。心正邪不侵，自然袂忧心，袂离去。对这小婆仔代志，宁可错杀一百，袂当放过一人。也若无，恐惊到时你嘛有代志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属下是要建议，请二皇子去见庙通一年。庙通我见过啊。二皇子见过庙通一年。庙通一年，伊道法高深，精通奇门遁甲，当断凶吉、化灾解的，应该是会当帮助二皇子你一臂之力。
大家卖着急哦，今年马上就出来啊，卖着急啦。中车进。今年献身，建校服、断向结、改衣服，各位有什么要求，就讲出来。我厝内有人破病足久拢袂好，请今年速用。今年新通讲台一定会当药到病毒，请今年新传啊！对啦，今年你新传我，你讲救这拜托你啦！好啊好啊，大家卖吵吼，马上就会速用啊啦，卖吵。各位乡亲，我以架空跳药，为各位乡亲取得仙丹。仙丹？无啊，我哪有摕到什么仙丹啊？无仙丹啊！阮师傅妙通真人，法力无边，有求必应，免哪会骗人的？请大家看家己的落地啊！落地啊！落地啊！哎，有呢！哎，有仙丹呢！有啊！今年已经看各位的需要甲病情，赐予恁仙丹，各位请转去。师傅，对公主求见。高神翁得半意，强食真机不忘记。有门不修为下鬼，为成为还随在意。真人，你拄则所讲的有啥物意思？叶公主弃物不还，为成为还随在你。既来三季，必有相求，应当心诚谦恭感谢。爱我谦虚，你免孝顺。你若知影我真正身份，爱谦虚下跪的人应该是你。我早就知影你就是二公主，若是讲破，就无好算咯。二公主心中若有不服，就代表你我不但无缘，更加是水火不容，无需要加讲啦。且慢，莲花暗时来甲你拜访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请真人多多包涵。二公主有诚意，那安尼我庙通就莫甲你计较。今仔日来拜访有啥物代志，请讲。听讲真人医术超凡，会当架空跳药，所以特别来求药。二公主看起来气色真好，为何需要仙丹呢？并不是我需要，是我的大兄破病真久，一直拢袂好，特别替阮大兄来求药。真好，手足情深，也毋过各有业障，各有天命。我庙通无法度见到恁大兄，无法度对症下药，所以请赵公主甲恁大兄生辰八字交出来。先天药灵超脱，后天药延命卡。生要修，命要传，只惊一寸气断，贵为人。真人，请你讲较清楚。叶公主，我庙通拄则意思就是讲。
一叶障目，不见泰山。障目的意思就是讲暗淡无光。叶公主这尔聪明，应该当了解才对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叶公主，吴苗通要代志爱无用，叶公主请回来。也毋过提醒你，火图当中东南方有凶险，不宜行。苗通讲莫向东南方行，讲什么有危险，我都唔相信。妙通真人拄则讲途中往东南方会有凶险，果然无误对。这个妙通唔命道法高深，也佫真正会晓心机妙算。你要带天宝走？我唔对，公主啊，之前我甲天宝红放火对散，经过遐尼多苦楚。即摆阮才会当斗阵，你又要搁甲天宝带转，安尼毋是送目是火，安尼毋是更加艰苦，更加可怕。大夫人，我是有原因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请千里甲顺风好好甲伊保护。其实我是一个凡人，在这做苦工。等收款，这是我的命，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啊，毋过爱阮阿娘，搁有天宝，缀在我的身躯边，真苦受罪。我实在足唔甘的。好，咱一家人会当住斗阵，就是讲搁较艰苦，嘛算安定。你敢捌听人讲，安定就是福。你唔通安尼讲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阿娘，是新妇不好，互你对我受折磨。无，我无受折磨。我食到遮济岁啊，人生种种我拢经过啊。我无受折磨，我活了有够啊！我嘛物件艰苦，我啥物都唔惊。我即马一世人上大的遗憾，就是无法度甲你斗生情完情啦。大夫人，任何代志，若莫放弃放弃啦，我有信心会通替玉凤伸冤，但是嘛是需要恁的配合。陈公主，你希望阮安怎配合？人的一生当中，总会经过生老病死，在这个过程，嘛会遇到真侪危机甲困难。不过上重要就是爱有心。恁三个人的心，假使若是扣伤我，这就是生命当中上大、上实在的力量，嘛是真心甲真心的关怀。有这种关怀，无论是什么环境、什么困难，拢会当有方向。
搁较大的勇气甲信心，去面对现实，还佫有处理危机。林公主真诚关怀阮，阮真感激你。阮嘛拢知影你用心良苦，不过阮天宝也少岁，伊敢有迄勇气甲力量。老夫人，虽然天宝还佫真少岁，也毋过伊只要有救因阿娘的意念，那安尼伊就有勇气甲力量。林公主果然无毋对，而且小可前天，天宝若在场，伊若是看到我去互斩头，我惊会变伊一世人上大的痛苦。我相信伊一定无法度承受，我惊会变成伊真身上永远的折磨。所以林公主，你若是来带走，安尼嘛好。玉凤，你会当参悟，这嘛算讲一种的解脱。放宽心去接受一切，你自然都有清净甲欢喜的心情。啊，毋过天宝伊敢不敢离开我？公主，为什么叫我离开？现在给我天宝，我知影你唔甘离开恁阿娘，不过你会知影哦。你先忍耐一段时间，过了后，你就当安心、久久长长，甲恁阿娘住一世人，安尼敢唔好？天宝，阮公主哦，自然有伊的计策，等下到我才甲伊讲清楚。是啦，天宝啊，阮拢知影你真友好啦，嘛知影你想要留来吼，照顾恁阿娘，用心甲照顾，是讲若是安尼吼，你的愿望吼，可能无法度达成哦。对啊。你上重要的心愿，敢毋是讲规家伙拢会带转去故乡，住喺祖厝好好啊团圆，啊，搁有爱洗清恁阿娘的冤枉，爱甲恁阿爹忠义公道讨转转来，好。三弟，这个妖池无声，地内底有5种性，地迄经过水泡变做黄色。不上不下，铺伫个中。这茶5色做出，纯国香，真正是好茶。二兄，想袂到你阁精通茶艺之道，纯香。就代表咱兄弟的手足之情。二兄，既然你讲顺芳是代表咱的手足之情，那安尼应该欢喜才对。是安怎？你哪会由头到尾？大兄洪太子的病情，到即摆也未好。今仔日我去找过庙通进行求解的。伊竟然甲我讲，伊迄个上目不见泰山。什么意思？伊意思是讲，我看无清真相，未了解。意思是讲，大兄洪太子的病，注定是天命难违。假使若是安尼。三弟，咱两个之中，哪有一个人封切为太子，继承皇位？你是我的二兄，而且你一切条件拢胜过我，所以这个皇位，你应该是爱你来继承才对。
自细汉黄就较听你，就算讲我磕1,000个头，去庙内底烧一万照香，恐惊也无希望。唔是安尼啊，弟兄，你详细想看卖，假使父王若真正较疼我，那呢，伊是安怎要下旨，甲我押去大理寺治罪？爱之深，责之切，这嘛是父王为着要吼皇室的体制，甲律法的尊严，才安尼做。三弟，这对你来讲嘛是一种磨练啊。假使讲即摆你会当渡过难关，就是半分建日啊。弟兄，讲真诶，我对皇位并无兴趣，是到我会向父王表明我的心意。弟兄，你敢过会记？旧年咱两个比武的情景。若是要比武，千万唔通过虑到事情，把你所有的感觉拢点出来。好，弟兄，你家己说哩。弟兄自细汉就真好强，将来龙起历史，即马出招这么强，我要安怎做才好？是嘞啦，我一时失手，所以才不要紧啦。比武练剑本来就有输赢，嘛一定会受伤的呀。你无需要自责，你的功夫进步真济，二兄心服口服。是你遐牛我。王知咱兄弟接触武艺，感觉真欢喜，手拿美酒。三弟，咱兄弟真爱你会当强饮。王兄，我紧。系啊，这是王天赐予我的。我甲这个珍贵的物件拍歹，我一定会怪罪。即摆要安怎？三弟，啊你若安尼做，若要怪罪，就连我做伙怪罪，哪会当互你一个人来承担？三弟，我了解你提起往事的意思，你处处替我设想。嘛真尊重我，手足之情哦，胜过一切啦。也若是赶去的代志哦，你着莫烦恼啊。到迄个时阵有啥物变化，甲咱所想的无共款。父王若是怪罪落来，我一定会出面替你纠正。这个二兄为我解决感情的问题，佮维护着我皇祖的面子，我真正是感激不尽。若伫二兄担保的期限内，假使我无甲官员找倒来，迄是我无能。死到父王若怪罪，我甘愿受罚，袂阁连累二兄。三弟，你讲连累就唔对啊。既然二兄来到这个所在，知影你有困难，我一定全力甲你斗相共的嘛。二皇子讲了无唔对啦，加一个人斗相共，就加较有信心吗？
搁再讲，二皇子伊嘛是天生良德、聪明过人。假使若是有二皇子斗相共，相信真紧就已将毕业的官人找回来啊。本人姑娘是财主，唔知你对这样代志有啥物见解？进前有太平盛世，后来有天灾之下，这都是乱啊。治乱就亲像阴阳运转，应吉用生，阳吉因数。假使若拄到吉盛之时，就比如后乱危机。这种危机哦，是互人真无容易发觉的。也毋过，只要坚定信念，相信真紧就能破解啊。文人讲了无毋对，只要兄弟同心，所有的困难拢有法度解决。这一切都要麻烦二兄尽心尽力。有文人姑娘的鼓励甲期待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替天下百姓重生，加油所困。我有准备淡薄物件伫咧内面，恁对我来。二兄，请。阿妈，恁对啊？哦，田母真乖，是讲阿妈规工拢无听你讲话。你是毋是像你阿娘？啊？我当然就喜欢你呀，啊，不过我无哭。安就对啦。田母大汉啊，捌代志，佫足勇敢。食饭，来，实足歹势，我定定麻烦恁呢。阿婆，你免烦恼啦，啊你住在遮，大家敢若一家伙啊，有啥物需要吼，尽量讲。对啦，白菜饭仔尔，莫去嫌哦。袂啦，像你大兄、孙大兄，住伫遮有你陪伴，佮对我甲阿嬷遮尔好，阮真感谢。歹势啦。是啦，我甲田宝一路互对杀，心情是足不安的。甲甲恁带阮来遮住了后，心情都变好足多。尤其是住了后，佮有一种真特殊的感觉，温和、亲切。我心肝头伫想，这一定是妈祖婆的保庇。娘娘，即摆因阿妈孙仔有心情，拢感觉真平静，啊，佮讲吼，住在这庙内哦，冥冥之中感觉妈祖的保庇，足亲切感的呢。有做奉强的心性，会当得到皈依，起清净欢喜的心，这嘛是因为因经过苦难修持而来。是讲娘娘啊，煞来咱要安怎做？请指示啊。以情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娘娘，你之前毋是讲爱主动出招，即马哪个以情制动？做代志爱看办势，一见2万3票才会当成事。恁两个紧想一个办法，互孙府的人知影，黄老夫人甲田宝已经平安倒转来，而且我嘛找到新的罪证，会当证明因贪赃枉法，而且会当洗清玉皇的冤案，嘛知因害死黄文山。红颜树，孤芳寂无行，孤单窗。恁两个紧想一个办法，互孙府的人知影，黄老夫人甲田宝已经平安倒转来，而且我嘛找到新的罪证，会当证明因贪赃枉法，而且会当洗清玉皇的冤案，嘛知因害死黄文山。哦，毋对啊，毋过事实上，咱也无找到新的证据啊。够讲的，娘娘意思是讲哦，实实虚虚，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假假又搁真真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所有的代志，恁敢有详细想过？只要甲这个案件有牵连的人，毋是去用刣死，就是去用白捡。真正是黄家去用害甲家破人亡。
继续就是无火思念，去互火烧去。假义林军竟然用吊好离散计，害死义史大人落计，然后凊彩的关起，满目高去用头剃，引起百姓的暴动，害三皇子去用误会。这一切一定拢有牵连，代志愈来愈严重，而且有个百姓受害，社稷的动乱拢会造成天下不安，这是重生的悲苦不幸。所以讲，这个动乱的根源啊，一定是迄个死大哥的交给的臭道士啦。唔是，孙武大人虽然心术无正，也毋过伊这个官无算大，应该毋是祸乱之源。伊若是庙通真人，伊虽然道法贤妙，气势多变，煽动百姓，也毋过伊同款真尊重三皇子，应该袂陷害伊。公主，啊，人咧讲，造成这血端，另外，佫有无啊主使者？嗯，而且这个人尊贵威权，伫咧三皇子之上。哇，那你讲公主啊？咱一定要先把这个人抓起来，安尼到时阵哦，就天下太平啊！这才是真正的济世救人。请公主指示。这两个马子啊，命真，这边死落，即马竟然搁搞。啊，不说这好点吼，搁说你搁说。就是你甲问说的哦。我知啦。这间厝吼，我已经住几10年啊。厝内一点一度吼，伫倒我拢清清楚楚。对啦，我袂跋倒。歹势哦，歹势。无紧。天宝啊，紧嘞，垃圾紧拼咧，哈，伊拄死啊，啥安尼，假咧，哈，点样吼，好不好？哎。歹势啦，无紧。啊不，来，你先坐。唔该咧做，感谢你的保庇，好林公主会当找到新的证据，替咱吴家洗清完整。大人，禀报大人，大事不妙咯！大惊小怪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黄家因妈孙仔回来。哦，因妈孙仔唔是应该在流放落迄个矿区，甲环夫李玉凤做伙，谁那个走回来？禀大人，是林公主甲带回来。天平啊，你斩草除根代志你都无办好，一边既然因转来要找死，啊，你就赶紧动手啊！这也唔是什么大代志啊，哪着爱大惊小怪？我伫遐画大事不妙，你拄安尼画一下，害我心肝头丢一个，你敢知？唔知轻重好歹，出去！大人，请听属下禀明我清楚，要除掉因马孙啊，并无困难，问题是讲。因找到新的证据，即马准备要来向三王子提出事情，幡然指控。这个代志敢有影？属下有查过，虽然确实无查出新的证据出来，也毋过既然迄个林公主敢冒险带因马孙仔回来，
一定互咱疗伤未到的所在。进前区地官，阁有甲这个案件有关系的人，拢已经被袂扣，就连秘书大夫都已经已经送命，有鬼随伊烧掉。有关小婆，虽然听李洪祖讲无被烧掉，不过嘛是下落不明，所有的线索都拢已经断去啊。代志嘛已经处理好势，想到即马，阁有新的线索甲证据，要来翻案指控，无可能啊！丁大人，俗语伫咧讲，鸭卵密密冒香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看咱也是人可信敌友。啊，咱就赶紧去查明，不得用哦。是。新的证据，真个假？唉，莫想遐多，为着这件代志交陈敏去处理。伊若是处理无好势，叫伊看头壳来见我。文个，你安尼鬼鬼祟祟，你是要迄家的？鬼鬼祟祟的人不是我，是陈宝头。阿弟啊，我拄则看到陈宝头响响讲讲，柜里的珠宝走出来，唔知是你变什么梦？你是毋过叫伊做歹代志啊？你乱来！你哪会用这种客套甲阿爹讲话？只要你做了有正，我这做查某囝当然嘛唔敢好嘢。也毋过，你歹代志做真。点去！你无阿讲，我偏要讲啦。阿爹，我即马阁叫你一声阿爹，迄就表示讲我阁真尊敬你，嘛有带两父女之情。阿爹，我真正希望你以后莫阁害人，莫阁做歹代志，好无？讲一句，阿爹我要打死你哦！我才唔惊咧！我有听人讲，黄家的马孙兄转来，阿爹。你真正想空想歹，想要陷害伊，也毋过为即摆开始，我绝对无可能无你安尼做啦！本来规个局势拢遮唔伫对方的手头，即马换咱主动出招，卡所以若无法度解开签机的秘密，恁是困袂，也因是唔敢看。这就是29号的签机。这甲一般庙时的签机根本无啥无共款，恁拢用创治，根本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连我嘛恁创治去啊！拄着你挑剔的缘投送，哪通你？阿弟啊，你真正想空想歹，想要陷害伊，也毋过为即摆开始，我绝对无可能无你安尼做啊！你甲我害嘛无路用，人伫咧讲，野头杀出有性命，你若继续做歹代志，你敢我有报应的！老孙虎，梁主，你为何这样生气？这本年姑娘这样聪明，贤惠明理，就算讲讲唔对话，冒犯时大，你这做阿爹嘛应该有自爱的心来原谅伊啊。是，李洪祖，小可是一时的生气，所以情绪才失去控制。虽然是家务事，但是我不便多问。也不过既然我来这做客，搁许我看，我出来讲一句公道话，我相信你应该袂见怪才对啦吼。是，多谢李洪祖的关心，小可辛苦体。
袂原谅。阿爹这位查某囝，这是难免的，嘛是家教。你是毋是个放较开的？唔通认为有啥物委屈，吼？我知影，但我较平静，我自然会去甲回事的。二兄对文言遐尔温柔，遐尔关心，看来二兄对文言有好感。文言秀外慧中，文武双全，二兄会介意伊，这嘛是难免的。然过，我已经对文言付出真情，万一二兄嘛是对文言一片痴心，那你以后我应该安怎做才好？谢你赐我这个前世，有这个前世的冤冤甲过去的苦楚，过去冤枉，拢会当讲。签机到底是什么款的签机？妈，你拄则讲的是倒一支啊？这个枪足济呢。枪哦是生命，是百姓的启示，你知啦？我知影啦，不过我想要知影，阿妈拄则讲的是倒一支啊？我想要看嘛。天宝啊，你要照会的。我若甲你讲倒一支签诗，你要看嘛看袂，你有白啦。即马吼，咱妈孙仔只要诚心诚意，俺一切就顺利哦。爹公主有啥物代志需要妙通好了？想要知影未来运势。爹公主想要知影未来运势，那你妙通就真专业咯。爹公主。这是模拟龙珠，会当观天查地，无所不能。蝶公主，龙珠卜卦显示蝶公主的运势天盘是山木生拿，公正威严，富贵烟花。天盘是结条。哪咧地盘咧？你直接讲不要紧。地盘是清凉反手，风白梦结行，结事成凶。为什么天地盘有这么大的差别？这种差别是因为兄弟相残所引起。兄弟相残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世事难料，变化无常，要信不信，犹在你。师父，孙武大人求见。参见李洪主。属下靠连尊者，恭祝李皇主万福。妙通见过李皇主，不必得礼。李皇主，妙通进前是要试验李皇主是不是万世奇才，所以对李皇主有冒犯之处，请李皇主下罪。我明白，我袂怪罪，得到对你非常的欣赏。苗通，李皇主对你有小财之情，这是天大的福气，你都要好好珍惜。
日后一切要遵照李洪祖的指示。苗通了解，感谢李洪祖的厚爱甲气量。苗通，既然你已经知影我的身份，嘛断言以后会兄弟相残。那我问你，到迄个时阵局势若受变化，以我定泰山这天，你敢会助我？一切遵照李洪祖的旨意。真好，安尼我就当放心，按照我的计划去做。无见，是。小坡下落，查了安怎？经过属下的调查以后，发现嫌疑上大的人是住伫马祖庙的林怀德，伊到即阵还搁咧追查黄家的案件，而且已经听讲掌握着上新的证据。因为林怀德精通医术，想袂到伊来查案，伊到迄个才调。李洪祖，以苗通之见，这个林怀德恐惊有互人料想袂到的本事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有神通的本领，所以你的心中有所顾虑，是不是？老孙府，按照一年安尼讲，这个林怀德一定是深藏不露，有使人想袂到的本事。所谓一山比一山高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你千万不可大意。属下明白。也搁有，以后做代志爱搁较细致，爱随时掌控林怀德的行动。若是有必要，一定要下手斩草除根。也若无咱所留落遐尽在挂面，以备扩充军队之需，掌握文武大臣。假使一件代志的真相向查出来，代志就严重，你我都会危险。是，属下已经知影林怀德有企图，不但早就有完全的防备，而且嘛有所行动，绝对没有任何的差错。三弟，虽然你甲我讲你尊敬我，以后你会成全我。绝对袂甲我争皇位。我虽然嘛相信你，也毋过以后所发生的一切，毋是你我所会当了断的。而且今日我有去救县强，苗通今年又搁破口断言会发生兄弟斗争。三弟，到迄个时阵若是有变化，袂当顺我意，你是毋通怪方兄心向手软。迄个林公主，真正亲像苗通一年所讲的，伊有神通。我唔相信，就算你搁安怎厉害，只要想要甲我作对，我一定会不择手段，甲你除掉。妈祖启示录，学佛必须爱了解无常的道理，确实会用个彻底明白这个道理，才会当操纵家己的性命，来去自在，迈向光明的境界。乖乖困吼。多谢李公主。李公主，我阿嬷希望我有闲时阵学读佛经，嘛替我阿娘祈福。啊，毋过我外力无济，要读佛经，真是真困难。天宝，只要你若是有心，我会教你。也毋过。佛经毋是用嘴念念的尔，爱家己当做路来行。当做路来行？
是啥意思啊？人活伫这个世间，永远会袂熟五入基督，嘛会遇到真侪苦难。假使讲你若是念佛经，了解经册内底的意思，你就会指引你一条正道光明的路。你顺这条路去行，就会心安，心安就有定力。那安尼，你就会当承受真侪苦难，嘛会当找到离苦得乐的方法。安尼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林公主，只要你肯教我，不管是医术还是佛经，我拢会认真哦。真好，我相信你阿嬷甲你阿娘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一定真欢喜。林公主，你对我遮尔好，报暝啊，阁会替我教面背，阁会讲做人的道理，互我调。林公主，你对我的关心，就像像我阿娘同款。哦，我是安怎亲像你阿娘？因为你这温柔、慈祥，有这个爱心啊。你紧困。我不要困了，我倒袂掉。你要去困啊？你两个人一人分一路，见机行事。我先了探路，然后总统随时动手。是。一定人来啊！哎，记公主的番，了解无？顺风诶，我听嘛，我要来困啦。哦，因为话你讲的哦，较注意哦。爱签单哦，是你整理的哦。啊，你有点过？有啊，拢点过啊。总共是33支。啊，搁我来提醒哦，尤其是29号机哦，袂当叫碰见的。啊，若无代志就麻烦啦。29号迄支。对。啊，等29号迄支也毋是今仔做的，袂有人来偷摕啦。无啦，你莫啰嗦，你紧去困，吼，拜托。我来困啦。29号迄支嘛，吼，我特别注意啦，吼。29。哎呦，有刺客，我受伤啊，千里啊，紧哦，有刺客啊，哎呦。处长。这就是29号的签机。这甲一般庙时的签机根本无啥无共款，恁拢用创伫去，根本无啥物新的证据，连我嘛恁创伫去啊！请李洪主息怒，迄个妈祖庙的灵怀吊定下甲我作对。伫这几遍交手当中，我已经非常了解，伊这个人思虑严明，行事谨慎。即便难受相当的证据，而且这个新证据甲天宝因马孙仔两个人有关系，伊无可能伫这个时阵甲因抓倒来，互因冒着性命危险。李洪主。以庙通之见，这个林怀着恐惊有互人料想袂到的本事。因无李洪主，属下亲耳听到天宝因阿嬷伫咧感谢妈祖娘娘，互因顺利找到签机。这个签机会当化解因所有的冤屈甲苦难。天宝因阿嬷是一个非常单纯的老妇人，伊应该袂凊彩胡白讲话。好啊。
是用掺着酸醋的目汁写伫个枪机顶头，等目睭若是打去，就看袂出日子。也毋过，若是用火烘烧了后，就会现出原本的日子。李公子，你实在太英明了。真可惜，顶面啥物事拢无。南明，上下在，去摕一个甲签记白长的竹筒，内面装蜜装好满。另外，摕一碗真油真滑的面粉来，甲一块布。是。上下无知，大大请问李公子，要治病，甲外较真油的面粉是要创啥？你敢知影啥物叫做好客？好客。好，是真油、真尖的问。所谓好客，就是用特别做的笔，用伊的笔尖刻写或者是雕刻。精通好客的人，我都伫笔顶面刻几部大藏经的经文。这么厉害！这好刻刻出来的字，咱用目睭是绝对看袂出来。所以我想要用真简单的方式试看卖，画一个签机顶面，是毋是有好刻刻出来的字？李公子，物件用摕来。将签机浸入蜜内底，摕出来，切过，蜜就会留伫好刻所留落来分汁内底，然后用抹了真油的面粉撒伫签机顶面，搁切过，迄真油的面粉就会甲蜜连做伙，安尼咱就当真清楚看，是毋是有好刻刻过的字。李公子聪慧超凡，世间无人会比，真正是天下第一聪慧、第一英明。假使李公子若是愿意继承大位，领导万民，这就是天下万民的大幸，大幸啊！也毋过真不幸，顶面根本无好刻。因李公子，我明明听因讲29号签机。29号。29号，29，啥也毋是9，或者是19，爱是29。29这个数字，敢有代表什么特别的意义？娘娘，我想要问讲吼，迄个，哎呀，袂安尼问，不然迄个，陈丽的，书亡心不亡，即临危不乱；人非我不非，即身心自在。也毋过，我即马规身躯拢袂自在啊，心肝好乱哦，toàn工拢困袂去呢。那安尼，你就去念100遍的心经。顺风诶，娘娘，你嘛困袂去对无？对啦。安尼真拄好，你甲陈丽会同齐去念经。啊？哦。无啦，娘娘，是讲我若是最认真来困哦，应该是困会去。安尼我敢爱念？你足皮的咧，念就念啦。哎呀，是讲娘娘啊，你敢会当先甲阮的烦恼解决，啊若无，就算心经念1000遍。我唔敢讲困袂去啊！恁两个是毋是咧烦恼对方无法度解开签机的秘密？啊，对啦！我当然就是就这个问题呢。我咧想讲，假使讲事先我唔知签机秘密，就算我起早，我嘛无法度破解啊。所以娘娘，当初你是毋应该甲签机秘密用较简单的啊？对方本来就在怀疑，是毋是真实有新的证据。假使若亲像恁讲的安尼，遐尔啊简单，因搁较袂相信。搁再讲，凡用尽全力去解开这个秘密，因就无心思去研究这个证据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这就叫做心未积乱。这免伫遐下啦，你遮尔戆吼，你想无的啦，我都无共款哦。娘娘嬷凊彩甲我点一下咯，我就通啊。娘娘的意思是吼，这个签机吼，甲因母甲头昏昏、脑顿顿，因就无迄个心思去想讲，这个签机到底是真还是假，知无啦？了解。本来规个局势拢遮唔伫对方的手头，即马换咱主动出招，假使伊若无法度解开签机的秘密，恁是困袂去，也因是唔敢困。对方贪污条程拨落来头一批赈灾官员，甲即马条程咱阁无发现，而且我害死天宝阿爹黄文山，佮假扮做义林军，假传圣旨来骗咱，害死路家。你想，伊毋若手段弄毒，而且这个人非常巧，就是巧唔对路，私心自用。娘娘，我对你遐久啊吼，我知你喊一声，真正喊到生活足艰苦的。唔难安尼，娘娘你受自卑啦。阮拢了解你的意思，你知影这歹人拢足巧的，若是甲因巧的所在摕来帮助这需要帮助的人，毋是真好。也毋过，唉，若是会当天下无恶，人人为善，富济共荣，天下太平，那安尼就众生无。对吼，因嗰种情形，更使用叫做世界才有的呢。宣扬佛法，就是要甲人间变做净土。人间净土，净土人间，人人拢会当做世间的活菩萨。千里顺风，你来记得我的话，因为度众生，你才会当成佛；为着度众生，你必须要成佛。因为度众生，你才会当成佛；为着度众生，你必须要成佛。愿有偌大，力度偌大，坚持信念。遵守娘娘教示。好来困啊！念经啦！以天干地支推算，29就是人生。我的先生路根是人生年所生的，伊活了60，也就是一家子，嘛死伫人生。乡主，敢讲这个签诗甲路根关联？今仔日，我的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术士、阴阳五行，这拢是先生教我。先生的做人，甲伊的涵养。是我所敬佩。伫迄几年前，也就是我还未摕到赈灾官员证件，先生伫会中捌甲我讲过，伊卜我算出家己60岁的命运，也因为贪狼所累，死伫人生。只有破解贪狼，才有机会活落去。李洪主。你莫想伤济，较早休困。誓不瞑目，落家。乡主，有见，明仔载咱来先生的墓来甲祭拜一下。是。
这敢是你做的法？无唔对，现在要当官的咯。苗头唔敢主动尊者。苗通是来考劝尊者，唔通家己去。你是惊我中妈祖庙莲花顶的款特是？哼，上好是有这款本事啦。小小一个老百姓，我是咧惊啥？尊者，这个莲花吊比你所想的更加厉害。真实的？真实的。好，真好。上好是一切太宽大，安尼我多会当去看。若是无顺我，哼，我就将伊杀死。尊者绝对唔通这样冲动。尊者，你若是这样冲动，安尼对方就知影你就是无爱主事者。佮再讲，莲花吊伊甲三王子的交情真好。若是互莲花蝶知影你就是无爱主事者，伊绝对会甲三王子讲。到时阵，二王子你若要对付三王子，就毋是这么简单的代志啊！苗通，你唔是神通广大，所想的境界是无共款。配合，不敢，不敢。武健，来，随去乌路给你问，看有啥物线索无？咱若先点一个香，祭拜一个。莫会啰嗦，紧学开。哎呀，安尼无啥好，人讲死者为大，还是先点一个香，祭拜一个较好啦。啰嗦，这是听你的，听我的。听你的。哦，记住。小等，你有个安怎？这老街旁边哦，生足多死草的。什么是死草？哦，这就是死草啦。不过是普通的草尔嘛，是搁安怎嘞？哦喏，这不是普通的草，这个死草搁叫做还魂草。听讲这个草只敢若生伫400万颗孤魂野鬼的墓边啊！这孤魂野鬼只要有这个草的帮助，伊就会出来化作厉鬼，伸冤报仇，夺人的性命。迄支签内面唔是有血书，顶头都写的路结400万颗啊！老英台，你莫当我变官变怪，家己吓惊家己。大人，那安尼？袂用怪我，代志唔是我舞出来的。叫啥？这不过是一个卡。紧哦，我爱你的命！紧哦，紧哦！出手！你是哦？更加交了阮兜主人，开始！眼看就要找到失落的官人，想袂到二皇子甲苗通狼狽为奸，将计就计，互三皇子下到第四囝有苦难言。妈祖娘娘要如何反败为胜？二皇子表面上是三皇子的好兄弟，暗地却千方百计要陷害伊。善良的三皇子已经成为二皇子点顶头的肉，一步步走上死亡的不归路。妈祖娘娘要如何化解这出骨肉相残的人间悲剧呢？妈祖启示录，搁较好的机会，福报，假使袂当把握因缘，共款的武器，也搁有会当退一步
会当让一步来成全别人，就是受用，也就是修行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咧酒里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天浸畔，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红颜像孤芳，寂寞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天浸畔，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嫌？